瞅瞅这像话吗？这咋了？这不挺好的吗？崔义景都花好6个月了，他老婆还不安排，你是不是对李周斌有什么意见？哎呀，我那不是没有灵感吗？这就给你们安排，我的 iPad 忘记充电了，今天就用一下我亲友的。他这个壳我忍很久了，立又立不住，还又厚又重，磁吸力也不行。我的亲友我来宠，悄悄给他换上我用了2年的皮塔卡磁吸保护套，它是真好用，价格只有官方的1半，功能却更强。外壳采用的优质 PU 皮革，手感丝滑，防刮防水易清洁。壳内是高分子复合玻纤板，非常轻薄且强韧，才142克。如此轻薄的同时，还内嵌了强力磁阻，无需拆装，吸得贼稳，1秒切换横竖屏，大角度阅读，小角度绘画，3角形结构，4折叠，怎么折都稳定，还有隐藏皮扣，专为喷手防丢设计，这下舒服了，可以安心下厨了。